跟住就去到教學創新嘅需要啦。教學創新啦，係引入新嘅教學概念啦、方式啦，同埋設備喎，以提升咧教學嘅技巧啦，同埋學生學習嘅體驗啦。而幼稚園當中啦，教學創新嘅重要性咧，亦都越嚟越受到重視啦。咁以下啦，就係一啲促進幼稚園老師啦認識教學創新需求嘅幾個關鍵因素咯喎。咁喺幼稚園當中啦，幼師咧就會面臨一啲咧外來嘅推動力，外來嘅推動力啦有好多嘅，例如一啲競爭嘅壓力啦，就好似唔同嘅幼稚園都引入咗一啲新嘅教學方式同埋技術咯喎。咁其實自己嘅幼稚園都需要有呢一個嘅增長啊，或者呢一個嘅技術啦，去提升翻自己嘅競爭力啦，令到咧呢一間幼稚園嘅幼稚園老師啦意識得到，哦，其實自己嘅教學咧都需要跟隨呢個時代嘅轉變喎，從而咧去產生一啲創新嘅需求啦，去追上其他學校嘅競爭力喎。甚至係一啲政策嘅變化，政府啦，或者一啲教育機構嘅政策變化啦，都可以咧提高翻個教學嘅質量啦，而去鼓勵翻、激勵翻幼稚園老師去探索新嘅方式，以符合一個要求㗎。就好似幼稚園當中，其實每年都會有一個關注事項啦，關注嘅事項可能第一年就係認識呢一個嘅學習教學嘅方法啦，去推動啦，跟住第二年咧就可能係一啲深化啦，第三年咧就係點樣去將呢一個嘅教學計劃啦，或者一啲教學嘅策略咧，去推行到成間學校當中啊咁樣。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外來嘅推動力嚟嘅喎。另外啊，仲有一啲譬如家長嘅期望啦。家長咧都同其他嘅幼稚園一樣，係會與時並進嘅。佢哋對於教學嘅質素嘅期望咧，亦都會每年唔同啦，每年會有提升。可能當初咧，前幾年佢哋就會着重可能繪本嘅教學喎，然之後咧又可能會着重翻小朋友遊戲嘅策略啦，然之後又可能會着重翻我小朋友嘅一啲資訊科技嘅學習嘅策略啦咁樣。咁其實咧教師嘅期望都會有所唔同，咁所以幼稚園老師啦可能會受到外來啊嘅家長嘅壓力啦，咁所以咧幼稚園老師都需要尋求一啲創新嘅方法去滿足埋家長嘅期望同埋家長嘅需要嘅。咁呢一啲咧就係一啲外來嘅推動力啦。另外仲有一個內在嘅因素喎，內在嘅因素就好講求幼稚園老師自己本身嘅個人因素啦。例如幼稚園老師對於教學嘅熱誠啦，對於同小朋友教育嘅投入度啦，咁都可以激發翻咧幼稚園老師主動尋找創新嘅方法啦，以提升教學質量同埋小朋友嘅學習動機嘅喎。而且係一啲專業嘅發展啦，都好重要喎。幼稚園老師對於職業成長嘅渴求啊，咁譬如佢哋都會自己去參加一啲專業嘅發展課程啊，從而咧去吸收到更加多嘅新嘅理念啊，或者新嘅技術啦。而老師亦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專業發展嘅課程啦，去有一啲反思同埋實踐嘅機會喎。反思翻自己嘅教學效果同埋效能係點啦，從而引發翻教學策略啦，同埋重新評估自己嘅教學策略，咁就可以促使翻幼稚園老師探索到更加多有效嘅教學方法啦。呢一啲嘅因素啊，同埋推動力啦，都會令到幼稚園老師啦，去理解翻同埋知道咗教學創新嘅需要同埋重要性啦。咁同時其實以幼稚園呢個架構一個機構嚟講，其實佢都需要促進翻老師自己點樣去產生呢一個意識嘅喎。就好似幼稚園需要提供唔同嘅培訓同埋工作坊啦，定期去舉辦一啲專業嘅培訓同埋工作坊，等幼稚園老師了解翻最新嘅學習理論啊，同埋實踐啦，咁去提供翻一啲實際嘅應用嘅機會。就好似坊間嘅唔同學院啊、唔同大學啊，都會有一啲到校嘅服務啊，或者教育局咧都會有唔同嘅到校支援咁樣。咁其實呢一啲嘅支援同埋服務都可以培養翻老師去認識翻更加多嘅創新教學喎。而且亦都可以建立一個支持性嘅文化啦，支持老師去創新啦，同埋實現一個新嘅環境啦。咁鼓勵翻幼稚園老師去做翻一啲分享經驗同埋想法嘅機會啦。並提供翻一個資源嘅支持佢哋啦，等佢哋咧喺創新同埋實踐上面咧都得到行政同事啊同埋其他老師嘅支援啦。或者咧喺一啲每個月咧都會舉行嘅課程會議當中，老師都可以分享翻究竟佢喺呢一個月做咗啲乜嘢嘅創新嘅實踐啊，或者一啲實驗咁樣啊，去分享翻自己嘅經驗俾全校嘅老師一齊去推動翻一個創新嘅教學嘅。而且啦，學校亦都可以促進合作嘅學習啦，例如成立唔同嘅團隊啊，以一個團隊嘅合作形式啦，佢哋去共同教學啦，令到幼稚園老師咧能夠互相去學習同埋激勵，促使佢哋對於創新咧係有深入嘅理解啊，同埋認識等等嘅喎。咁所以總括而言咧，教學創新嘅需要啦，係來自好多方面嘅推動力嘅，咁包括有外部嘅競爭同埋內部嘅熱情咁樣啦。咁通過提高翻幼稚園老師嘅意識同埋提供相應嘅支持啦，幼稚園咧可以促進創新嘅實施啦，從而咧去提升教學嘅質素同埋小朋友嘅學習體驗啦，令到小朋友咧得到全方面嘅成長嘅。